这几天全台湾是热热热，早起的气温上悬是出现伫咧台东中滨有35.6度，实在风热较挡袂牢。伫咧高雄，就针对无所在通好炸日的路口，缩短车红灯的时间，互民众等要过大路的时阵，袂伫咧日头下晒了伤久。 无像样，或就是沿这路口，互骑机车人等红灯拍甲拢是寒。因为高雄有够热，交通局决定将主要大路顶次要路段，毋是尖峰时间的号志为150秒降到120秒，减低周期。主要会是在7到9月这一段夏季，天气气温比较高的时候来实施。那我们选择路段会是以社区、学校。 周边这些次要道路为主，时间控制好的话，时间才不会那么长。惊拍到骑机车人将暗影叫起来，听到红灯变地，拢真欢喜。不过过路人有点烦恼，行对着较大路口，老人囡仔会袂好过车路。老人家或者小孩走路比较慢啊，你这样对我们是不方便啊。 受西南风影响，全台拜日也拢真热。气象局日时对花东顶10级县市发布高温警示，甲下晡4点半，全台上高温38.3度，出现伫中岛花莲玉里。台北市伫下晡是39.7度，395名也是花东地区，拢伫37度以上。明天开始太平洋高的势力会开始减弱，所以明天的话，高温的状况相较于今天会稍微下降一点。不过在大台北，还有甚至在花莲。 苗栗还有中南部近山区这边，可能还是会有局部36度的高温。国民健康署的统计，今年7月第1礼拜在上海看医生已有200人次，是去年同期2倍。提醒民众唔通去拍伤甲加啉水，避免热伤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